白蛋白好唔好？你問下佢。蛋白啊，小袁姐姐，白蛋白啊，我手10年多嘅濕疹啦，完全好翻晒，而家真係好感恩啊，真係嘅，10年多，你見我食過幾多藥，睇咗幾多醫生，係咪啊？10年多啊，真係痕到一晚冇得瞓嘅，就係食咗佢嗰隻全。嗱，阿紅姐佢係冇講假話㗎，人哋係真係親身食過㗎啦。我哋要上10份嘅白蛋白，有人要白蛋白嘅講俾我知。嗱，你白蛋白嘅我哋準備上㗎啦噃。增強體質嘅，增強免疫力，增強體質。非常之好呢個白蛋白，我唔係同你講184蚊3盎。如果你經常咁嘅，經常毛嘅，經常擤鼻涕嘅，你可以試下。同埋經常呢度痕嗰度痕嘅，你可以試下，一日飲2支或者一日飲1支。鼻炎啊，慢性鼻炎啊，非常之好啊。咁你可以問下佢哋咯，佢哋唔信我。呢個白蛋白咧，我上咗乜嘢啦？我上咗10份。如果你懂嘅，你哋自己拍184蚊3盒，你可以買住184蚊先嘅，我唔使你買多，係咪？就係184蚊，佢冇講誇張，佢一直飲。你可以問下紅姐，佢一直飲。係啊，我識你，我就係第一次買嘢就係買白蛋白啦。係冇錯，佢仲搞咗咩叫做蛋白蛋？你可以問下佢哋係蛋白蛋，佢咁講。其實我一直都記得佢嘅，係一直都記得。點解我連上嚟講咧？我就係叫你試下啫嘛。我冇俾收買啊，佢冇俾收買，我亦都未。嗱，你覺得我為人會唔會咁大方啊？唔會吧，係咪？咁個人問我，你試下咪知道咯。大順8歲嘅小朋友可以飲啊，3歲以上就得㗎啦。3歲以上就得㗎啦，你可以自己試下。嗱，好啦，我放你落去，因為剩翻3份嘅啫。多謝紅姐啊。啊，唔該。好，非常之感謝。白蛋白冇啦，梁仔幫我卡個庫存，因為白蛋白咧，我哋感冒啊，好多人買嘅啊，冇咗啦嗰個白蛋白，你可唔可以上到10份啊，梁仔？